做業主，細屋換大屋固然係一件開心事，但係原來買賣物業作出租用途有機會要繳納物業稅。物業稅係按物業喺該課稅年度嘅應評稅淨值，以標準稅率計算。課稅年度係由每年嘅4月1日至下一年嘅3月31日。應評稅淨值計算方法係出租收入減追唔到嘅租金減差餉，再扣除標準免稅額20%。首先要記得通知稅務局物業擁有權嘅變更。根據稅務條例第51(6) 條，如物業擁有權因出售或轉讓而改變，賣方或轉讓人必須喺出售或轉讓完成後1個月內，將上述改變以書面通知稅務局。然後喺處理物業稅計算時，需特別注意從簽立買賣合約日期到交易完成期間嘅情況。由於物業稅係向物業擁有人徵收嘅，當物業轉讓時，需要確定物業擁有權變更嘅日期，以便新舊擁有人各自履行其繳納物業稅嘅責任。一般嚟講，物業租金收入享有權嘅轉移日期會喺買賣合約條款中明確指出。就物業稅而言，有權收取租金嘅一方就需繳納物業稅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。